意外的婚礼，作者苏彦德，录音苏彦德。2020年10月18礼拜，为着大汉后生的亲事，专家到桃园市的八地区提亲。原本是讲女方要伫官订，迄日顺线请人客。南部下例是先官订婚，女方选日子；结婚的时，男方经日子，先请人客，线接女方才办到。可能是南北风俗无同，也是言语表达重大，致使女方当作阮同意订婚甲结婚要共一天进行。伫无名其妙、含含糊糊、欢欢喜喜当中，互女方选择订婚甲结婚的日子。因为后生伫北部食头路，半个月后，后生讲订婚甲结婚的日子，对方拢选好啊，拢选共一天伫桃园举办订婚仪式，线接结婚宴客。我想。这声害溜溜啊，哪会舞即出嘞？我想讲，女方敢是误解我的意思。这对新人开始伫北部准备因的婚礼，既然代志已经安尼进行，为着双方和谐，只好让步。后生新妇伫2020年12月24先登记结婚，到单还未请人客。既然代志到这个坎站，趁后生新妇转来过年，我事先有教牧师后生参详好势。2021年2月初10，旧历12月29，伫大树教会做家庭礼拜，为这对新人祝福。因为若要伫教会办结婚式，度合未拄好，透过简单的仪式，伫教会互牧师证婚，新郎甲新娘拢无穿礼服，毋是结婚式，是简单的家庭礼拜，并无邀请亲人朋友参加。阮全家5人早时9点对路德出发，到大树教会才9点45分，准备好势，甲牧师讲10点开始，牧师。探头看外口讲，10点10分才开始。过一点仔久，雄礼拜堂外口出现一台车，车门拍开，是一个熟悉的面孔，机动兄刷落去，车一台一台驶入教会的停车场。我一时戆领，哪会遐尼济教会的兄弟姊妹来参加阮的家庭礼拜？好友美霞专程送一束花来互阮新妇，本正是要做简单的家庭礼拜，煞演变成一场意外的婚礼。意外婚礼是新郎甲新娘无穿礼服，有2个牧师帮因证婚，有一群阮无邀请，毋知对倒位听到风声，走来教会甲阮祝福，才会真有心的。兄弟姊妹，意外婚礼伫意外的欢喜当中进行，牧师的正道，兄姐的祝歌，一声一句，拢刻掉伫阮的心内。感谢上帝，感谢兄弟姊妹的祝福，感谢大家替阮弥补遗憾的空喙。原本办一道安排要甲牧师全家聚餐，因为这场。意外的婚礼，中昼隆重开3道，伫意外欢喜旺雅当中完成这场上意外的婚礼。风韵圆含，结婚祝事，风度大典好将来，恩典满满福满载。感谢上帝赐天使，稳事幸福大舞台。圆含温柔人人爱。涵养出众添光彩，知情达理好太太，足以协助好翁婿。
基督信仰结连理，方温心内只有你。圣经道理爱谨记，灵修祈祷无停止。伫厝爸母笑命命，愿含硬你来听。信仰无偏爱四正，对主脚步向前行。